4月7號下晝4點46分，又嚟到咗河州市嘅園博園。咁呢度呢個位置，而家嗰啲睡蓮正係開放緊，好靚啊！而呢個係咩花嚟㗎？幾靚！今日氣温係22度左右，好舒服。奶，就這種啊，就很討厭。大聲！就氹啲狗狗影相喎。你還叫？叫啊！啊，佢冇跑喎。而家係差唔多6點咯喎。一起踢啊！又係喺園博園呢度玩到咗6點半。雖然成日行緊同一個地方，但唔同時間、唔同人、唔同時候嚟，真係又係唔同嘅感覺㗎噃。而家着燈啦，都幾靚。桂林山水，咁呢度當然就係桂林園啦。45分啦，喺河州園博園嘅門口度又準備返屋企咯喎。